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嘅頻道。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勁嘅話題，就係有冇公司可以超越台積電？你有冇諗過，而家你手上嗰部手機，你用緊嘅電腦，甚至乎 NVIDIA 嗰啲 AI 晶片入面啲芯片，超過70%都係一間公司做嘅？冇錯，就係台積電 TSMC。2025年第三季度，台積電嘅全球晶圓代工市場份額去到72%，即係話全世界每使10蚊喺晶圓代工上面，有7.2蚊就落咗去台積電個袋度。呢個數字你覺得誇唔誇張呢？排第二嗰個三星得7.3%，而家台積電嘅市值大約1.76萬億美金，係全球第6大最有價值嘅公司。你話恐唔恐怖？所以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一下，到底有邊間公司夠膽講一聲我要超越台積電？不過喺講邊個挑戰者之前，我哋要先搞清楚一樣嘢，點解台積電可以咁勁？你要理解佢嘅護城河有幾深，先至知道挑戰者要跨過幾多障礙。台積電1987年由張忠謀創立，當時佢做咗一個革命性嘅決定，就係唔設計自己嘅晶片，淨係幫人代工。呢個模式叫做純晶圓代工，英文叫 Pure Play Foundry。聽落好簡單啫，但呢個決定意義深遠到不得了，因為佢唔同客戶競爭 Apple、NVIDIA、AMD、Qualcomm 全部都放心將自己最機密嘅晶片設計交俾佢做。你諗下，如果你係 Apple，你會唔會將 A 系列晶片嘅設計交俾三星做？三星自己都出手機，佢可能偷你設計嘅。所以台積電呢個我唔同你爭嘅定位，建立咗一份獨一無二嘅信任。除咗商業模式之外，台積電嘅技術實力更加係冇得頂。而家佢哋已經量產2納米製程啦。呢個製程用嘅係新一代嘅 GAA 電晶體架構，全名叫 Gate-All-Around Nanosheet Transistor。你可以想象以前嘅電晶體好似一隻手握住水管，而 GAA 就好似用4隻手包晒成條水管咁，控制得更加精準，漏電更少，性能更高。台積電嘅3納米良率已經去到80%，2納米良率據報都已經超過90%。呢啲數字代表咩呢？代表每一塊晶圓上面絕大部分嘅晶片都係合格嘅，浪費極少。良率就係晶圓代工嘅命脈嚟嘅，因為良率高代表成本低，客戶先至願意俾你做。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先進封裝技術。你有冇聽過 CoWoS 呢個名呢？全名叫 Chip-on-Wafer-on-Substrate， 係台積電嘅王牌封裝技術。而家 NVIDIA 嗰啲超大型 AI 晶片需要將好多個小晶片疊埋一齊，駁埋一齊，呢個就需要 CoWoS。台積電喺呢方面嘅產能同技術係其他對手短期之內追唔到嘅。2025年佢哋嘅 CoWoS 月產能大約7萬到8萬件，到2026年底預計會去到11萬到12萬件。呢啲數字聽落好抽象，但你要知道 NVIDIA 同 Broadcom 都試過要求台積電加產能，結果台積電話供應唔到。你話佢有幾搶手？講完台積電有幾勁，我哋而家嚟睇第一個挑戰者三星。三星喺晶圓代工呢個領域其實一直都係台積電最大嘅對手，但講真，呢幾年三星嘅表現真係強差人意。佢嘅市場份額由2020年嘅15%跌到2025年得7%左右。點解會咁呢？最大嘅問題就係良率。三星嘅3納米製程推出嘅時候，良率好低，導致好多大客戶走晒。最經典嘅例子就係 Qualcomm 高通。2022年下半年，高通將所有4納米以下嘅訂單全部轉去台積電，連三星自己嘅手機部門 Galaxy S25 系列都放棄咗用自家嘅 Exynos 晶片，轉用高通嘅 Snapdragon 8 Elite， 而嗰個晶片都係台積電代工嘅。你話尷唔尷尬？不過三星最近都有啲新進展值得留意。2025年12月，三星正式推出咗全球首顆用2納米製程生產嘅手機處理器 Exynos 2600，比原定計劃提早咗差唔多2個月。呢顆晶片用咗10核設計，CPU 性能比上一代提升咗39%，AI 性能更加提升咗113%。仲有一樣嘢幾特別嘅，就係佢首次引入咗 Hot Path Blocking 技術，將散熱阻力降低咗16%，想解決以前 Exynos 晶片成日過熱降頻嘅問題。另外，2025年7月，三星簽咗一張同 Tesla 嘅165億美金代工合約，由2025年做到2033年，係三星有史以來最大嘅單一客戶長期合約。所以三星唔係冇努力，但問題係佢嘅良率同台積電差距仲係好大。三星仲有一個根本性嘅問題，就係佢嘅商業模式。三星係一間垂直整合嘅公司，佢自己設計晶片，自己做記憶體，自己做手機、做電視。呢個模式嘅好處係乜嘢都自己做，但壞處就係你嘅代工客戶始終會擔心你同佢競爭。三星為咗搶客，成日將代工價格壓得好低，比台積電平好多。但就算咁，都搶唔到最頂尖嘅客戶，因為對 Apple、NVIDIA 呢類公司嚟講，良率穩定、準時交貨，唔會抄我設計，呢啲嘢比價錢重要得多。
所以三星短期之內超越台積電嘅可能性，坦白講好低。佢而家最重要嘅係證明自己嘅2納米製程真係得，量率真係穩定，先至有機會慢慢追翻啲市場份額。好，講完三星，我哋嚟睇第二個挑戰者英特爾 Intel。英特爾呢間公司講起都有啲唏噓嘅，佢曾經係全球半導體之王，由設計到製造一手包辦，稱霸咗幾十年。但由大約2015年開始，佢嘅製程技術開始落後，10納米卡咗好耐，7納米又 delay， 搞到 AMD 用台積電嘅晶片反超咗佢。所以2021年，當時嘅 CEO Pat Gelsinger 提出咗一個超級大計，5個製程節點4年搞掂，同時開放自己嘅工廠幫其他公司代工，即係所謂嘅 IDM 2.0策略。好多分析師當時都覺得佢吹水，但你估點？佢真係做到咗。2025年下半年 Intel 18A 呢個1.8納米製程正式進入量產階段。Intel 18A 呢個製程有2項好重要嘅技術突破，第一係 RibbonFET， 即係 Intel 版嘅 GAA 電晶體；第二係 PowerVia， 呢個係背面供電技術。你可以想象以前嘅晶片好似一棟大廈，電線同水管全部擠喺同一層樓，好逼好亂。而 PowerVia 就好似將水管移去地下室，上面嘅樓層就可以更自由咁佈局，效能更好，功耗更低。Intel 係全球第一個將背面供電技術量產嘅公司，呢個係一個真正嘅技術優勢。佢哋嘅 Panther Lake 手提電腦處理器同 Clearwater Forest 伺服器晶片都已經用 18A 製程開機成功。微軟亦都確認咗會喺 Intel 18A 上面做定製 AI 晶片，但問題係 Intel 嘅代工業務仲係蝕緊好多錢。2025年全年Intel Foundry 嘅營運虧損高達95億美金，你冇聽錯，95億美金。點解蝕咁多？因為建晶圓廠真係超級燒錢嘅。Intel 喺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超過320億美金建新廠房，喺俄亥俄州又投資200億，計劃最多起8座工廠，總投資可能去到1000億美金。不過好彩，美國政府有 CHIPS Act 支持，商務部將89億美金嘅撥款轉換成 Intel 9.9% 嘅股權，變相令 Intel 成為美國嘅國家冠軍半導體企業。美國國防部仲俾咗30億美金嘅安全合約俾 Intel， 要佢製造軍用級別嘅晶片。但即使有政府撐腰 ，Intel 要真正同台積電競爭，最關鍵嘅係要有大客戶落實落單。分析師話，如果到2026年底都仲冇大客戶 commit 用 18A， 呢盤代工生意就好難撐落去。除咗三星同 Intel 之外，仲有一個好值得留意嘅新玩家，日本嘅 Rapidus。呢間公司2022年先至成立，背後有 Sony、Toyota、SoftBank、NTT 等等8間日本大企業支持，仲有日本政府全力資助。佢哋嘅目標好清楚，喺2027年之前實現2納米製程嘅量產。Rapidus 同 IBM 合作，用 IBM 嘅 Nanosheet 電晶體技術，喺北海道千歲市起咗一座叫 IM1 嘅晶圓廠。2025年4月開始試產，7月就已經做出咗全球最先進嘅2納米 GAA 電晶體原型。呢個速度真係快到有啲嚇人。而且佢哋仲有一個獨特嘅技術路線，就係用玻璃基板做 interposer， 聲稱可以比傳統矽基板多產10倍嘅中介層，大幅降低 AI 晶片封裝成本。但講到底 Rapidus 而家嘅產能同台積電差距仲係天同地。Rapidus 嘅初始計劃係每個月6000片12寸晶圓，第一年擴大到25000片，而台積電一座旗艦工廠嘅月產能係10萬片以上。所以 Rapidus 短期之內唔係要超越台積電。佢嘅角色更加似係為全球提供一個第四選擇，而且佢需要嘅總投資大約4萬億日元，到而家為止只籌到大約17000億。雖然 CEO 開奇話已經同超過60間公司傾緊合作，有 AI、機械人、邊緣運算各種範疇嘅潛在客戶，但由原型到大規模量產，中間仲有好長嘅路要行。不過日本政府顯然係將 Rapidus 視為國家級戰略項目嚟撐，所以長遠嚟睇，佢哋不容忽視。好啦，講完3個主要挑戰者。我哋而家嚟睇一個好重要嘅角度，錢。晶圓代工呢個行業燒錢嘅程度係普通人完全想象唔到嘅。台積電2025年嘅資本支出大約409億美金，2026年更加加碼到520億到560億美金，升幅接近40%。摩根大通預測台積電未來3年嘅資本支出加埋會超過1500億美金。你聽下呢個數字，1500億比好多國家嘅 GDP 仲要多，而且台積電2025年全年營收首次突破1000億美金大關，達到大約1229億美金，按年增長超過30%，淨利潤大約554億美金，又係破紀錄。呢啲利潤反過嚟又俾佢更多資源去投資下一代技術，形成一個正循環。其他公司要追，單單喺資本投入呢個層面已經好難跟得上。而且台積電仲有一個殺手鐧，就係佢嘅生態系統。做晶圓代工唔係淨係起間工廠買啲機器就得，你需要成熟嘅 PDK， 即係製程設計套件。
需要 EDA 工具嘅支持，即係電子設計自動化軟件，需要大量經過驗證嘅 IP 核心，仲需要幾十年累積落嚟嘅工程經驗。台積電同 Synopsys、Cadence、Siemens 呢啲 EDA 大廠嘅合作關係有幾十年歷史，佢哋嘅設計流程經過無數次驗證，客戶用起嚟好順暢，出問題嘅機會好低。呢啲嘢唔係你集幾百億美金就可以即刻複製出嚟嘅，需要時間，需要經驗，呢個就係所謂嘅護城河。而台積電嘅護城河，講真，深到你游都游唔過去。不過台積電係咪真係冇弱點呢？當然有，最大嘅弱點就係地緣政治風險。台積電嘅核心生產設施集中喺台灣，而台灣海峽嘅局勢大家都知道，一直都好緊張。有研究估計，如果中國對台灣實施海上封鎖，光係第一年全球經濟產出就會下跌2.8%，損失大約27000億美金。如果係全面軍事衝突，損失可能去到10萬億美金。呢個數字比俄烏戰爭嘅經濟損失高出幾十倍。而且台灣嘅晶片製造高度依賴進口嘅原材料、化學品同天然氣，一旦遭到封鎖，生產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呢個就係點解各國政府都咁急住要建立自己嘅半導體製造能力。台積電自己都好清楚呢個風險，所以佢而家積極擴張海外產能。喺美國亞利桑那州，台積電已經起緊第一座同第二座工廠，第三座都已經動工，仲計劃再起第四座。佢甚至買多咗一大塊地皮，準備將亞利桑那嘅廠區打造成一個獨立嘅超級工廠群。據報，台積電考慮喺亞利桑那額外投資1000億美金。喺日本，台積電同 Sony 合作嘅熊本第一座工廠已經喺2024年12月開始商業營運，第二座工廠都喺度起緊。喺歐洲，德國嘅廠房項目進度仲快過預期，但有一點好重要嘅係，台灣最近通過咗法律，禁止台積電將最尖端嘅技術搬去美國生產，即係話最先進嘅嘢始終會留喺台灣。呢個一方面係保護台灣嘅戰略地位，但另一方面都令到地緣政治風險繼續存在。咁到底有冇公司可以超越台積電呢？我覺得呢個問題要分短期、中期同長期嚟答。短期即係未來3到5年，答案好明顯，冇。台積電嘅技術優勢、良率優勢、客戶信任、資本規模同生態系統都唔係短期內可以追得到嘅。佢嘅2納米製程，2026年產能已經全部被訂晒。Apple 佔咗超過一半嘅初始產能。Qualcomm、MediaTek、AMD、Nvidia 全部排晒隊。而家台積電仲係喺加速，唔係減速。佢已經喺開發 N2P、A16 呢啲後續製程。A16 預計2026年底投產，用嘅係 Super Power Rail 背面供電技術，專門針對高功耗嘅 AI 同 HPC 晶片。所以短期內台積電嘅領先地位只會越拉越遠。中期即係5到10年嘅時間線，情況可能會有啲微妙嘅變化。Intel 如果成功將 18A 量產穩定化，良率提升到商業可行嘅水平，佢有可能喺美國市場搶到一部分需要本土製造嘅訂單，特別係政府同國防相關嘅需求。分析師估計 Intel 嘅 18A 良率喺2026年初大約去到65%到75%，仲有進步空間。加上 Intel 嘅14A 製程都已經喺開發中，仲有客戶表達咗興趣。如果呢啲都順利嘅話， Intel 有可能喺北美市場成為一個可靠嘅選擇。但要超越台積電，中期嚟講仲係好難，充其量係縮短啲差距。至於三星，中期佢嘅關鍵係能唔能夠用 Exynos 2600嘅成功嚟重建客戶信心。如果呢顆晶片表現真係好，良率穩定，咁其他大客戶可能會願意將一部分訂單分翻俾三星，至少作為第二供應商。因為好多公司都唔想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度，佢哋係有動機去培養台積電以外嘅代工選擇嘅。而且台積電嘅代工費越嚟越貴。2026年佢哋已經通知客戶加價5%到20%，仲會連續加4年。呢個可能會推動一啲對成本敏感嘅客戶去考慮三星，但呢個最多係分一杯羹嘅程度，遠遠談唔上超越。長期嚟講，即係10年以上，我覺得真正可能改變格局嘅唔係某一間公司，而係幾個大趨勢。第一係地緣政治，如果台海局勢真係出事，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會被迫重新洗牌。嗰時候 Intel 喺美國嘅產能，三星喺韓國同德州嘅產能， Rapidus 喺日本嘅產能就會突然變得極之重要。第二係技術典範轉移，當物理極限真係到頂，即係1納米以下嘅時候，可能會出現全新嘅計算架構，例如量子計算、光子計算、碳納米管電晶體等等。如果有邊間公司喺呢啲新技術上面率先突破，就有可能改寫遊戲規則。第三個大趨勢係各國政府嘅補貼同政策。美國有 Chips Act， 歐盟有 European Chips Act， 日本政府大力資助 Rapidus， 中國更加係集幾千億想自給自足。呢啲政策會人為咁改變市場嘅競爭格局，但歷史話俾我哋知，單靠政府補貼係好難建立真正嘅技術優勢嘅。中國嘅 SMIC 就係一個例子，佢哋用 DUV 光刻機做到5納米製程，
技術上確實好犀利，但良率、成本、產能同台積電差距仲係好遠。而且因為出口管制，佢哋用唔到最先進嘅 EUV 光刻機，呢個限制咗佢哋嘅發展空間。所以總結翻今日嘅內容，台積電而家嘅地位可以話係人類工業史上最集中嘅壟斷之一。全球超過70%嘅晶圓代工收入，超過90%嘅最先進製程晶片都係佢做嘅。佢嘅優勢係多層次嘅，技術領先、良率最高、客戶信任最深、資本最雄厚、生態系統最完整。三星有潛力但良率差， Intel 有雄心但蝕大錢， Rapidus 有夢想但規模細。短期內冇任何一間公司可以超越台積電，中期可能會有一啲市場份額嘅微調，但格局唔會根本改變。唯一真正可能打破台積電壟斷嘅只有兩樣嘢：台海戰爭或者全新嘅技術革命。但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更加深層嘅觀察，台積電嘅成功其實唔單止係一間公司嘅成功，佢代表嘅係一種獨特嘅商業模式同文化嘅勝利。張忠謀當年嘅 Pure Play Foundry 模式，證明咗喺半導體呢個極度複雜嘅行業入面，專注做一件事而且做到極致，會比乜嘢都自己做嘅公司更加有優勢。台積電幾萬名工程師日日夜夜喺無塵室入面解決一個又一個納米級嘅問題，呢種匠人精神同工程文化係好難複製嘅。所以就算你有無限嘅錢，你都唔一定可以複製出另一個台積電，因為技術可以學，但文化同信任需要時間去累積。最後我想講，半導體行業嘅競爭其實對全人類都係好事嚟嘅。正正因為有三星、Intel、Rapidus 呢啲挑戰者存在，台積電先至唔會停步不前，先至會繼續創新。就好似100米短跑一樣，如果永遠只有一個人跑，佢唔會跑出最快嘅時間，正係因為有對手，先至會逼自己突破極限。所以我哋唔使擔心邊個贏，重點係呢場競賽會推動晶片技術不斷進步，令到我哋用嘅手機更快、AI 更聰明、電動車更安全、醫療科技更先進，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嘢。好啦，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記得俾個 like， 留低你嘅睇法。你覺得邊間公司最有機會挑戰台積電呢？係三星、Intel 定係 Rapidus？ 定係你覺得有其他黑馬？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記得對個訂閱同開啟小鐘仔，因為我嘅頻道會繼續帶嚟更多關於科技、半導體同 AI 嘅深度內容。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